直播吗？我来讲。好，目前是80的球。好，好进，好。刚刚是一半进球，目前的比数是3-0。好，我们持续在线上为着80来加油。好，伊利抢到球，好，伊安 ，OK， 好，没关系。那希望在线上的家人，那持续为着80来80的家人们，在球上的家人们来鼓励。好，不赖教会3分线，目前的比数是3-3。好，80的球权。好，伊利，好上篮，好，伊利2分，目前的比数是5-3。好，现在无赖的持球，好，哎。好，目前罚球，目前的比数是5-4，80领先1分。好。OK， 好，加罚2球，加罚2球。好，我们一起为一半来鼓励一下哈。OK， 好，一半很稳哦。好，抢到球，好，又是一颗来，好，又保中，保中在篮板非常的积极哈，也拿到了2个罚球的时间。好，现在比数是6-4。好，保中加油，稳下来哦。好，一样，目前的比数是6-4，现在是无赖的球。好，不错，抢到篮板球。现在换我们快攻，伊安，伊安，伊利，保中，不错。现在比数是8-4，刚刚的快攻，保中拿到了最宝贵的2分。线上的家人持续为我们的教会的家人一起来鼓励哦。好 ，OK， 好，快攻，伊安 ，OK， 好，不错。好，现在。中场休息的时间。
目前的比数是10-4。那目前由我们80领先，80领先。这场是我们4强赛哈。那如果顺利晋级，就是进入冠亚军。那我们也在线上为他们来鼓励哦。好。OK， 好，暂停。现在是80的球从外场发。OK。大会报告，大会报告。请比赛的球员。OK。目前的比数是4-12分。好。所以比赛球员要注意自己的指甲，不管是男生 OK， 不错哦。好，目前80非常的稳定的在打哈。好，伊犁，好中线，中军不错哦，中军的2分。现在的比数是14-4，目前是80领先。好，现在是无赖教会进攻。好，无赖教会进2分，目前的比数是14-6。好，易安倒球。好。OK， 现在是无赖犯规。现在由伊犁加罚2球。现场有很多来自我们80的家人在现场哦。线上的家人也继续鼓励一下，来，伊犁罚球第1颗，好，好，伊犁加油哦！第2颗，好，现在的比数一样，14-6，目前第1节还有38秒，好，可以。OK， 好，快攻，伊犁。好，犯规 OK。好，无赖教会传球的时候失误。好，目前剩20秒，80教会的球。20秒。好，剩下8。好，易安。没有了。OK， 好，很棒哦。第1节结束，目前的比数是14-6，80目前暂时领先。在线上的家人一样持续为我们80教会来鼓励哦。好，几点看？2点钟。好，去看。我先去看牙齿。好。来，从你上喽。镜头是横的还是直的？镜头是横的还是直的？横的。请入组报告，请木长直组、木长直组、该区、南贵区、北山区，请木长直组、该区、南贵区、北山区。
好，现在目前男子遗嘱，福山教会、荣丰教会、教会男子遗嘱，他们电脑荧幕福是这样山子的。教会、荣丰教会，请到台前进行检录。这种那边不过。电脑跟手机本来就不一样，他要叫他们用手机看。电脑跟手机不一样，要叫他们用手机看。要帮他们用手机看。如果你这样呢？如果这样，造成差别就是手机跟电脑就是不一样。电脑跟手机就不一样。有时候我们昨天用电脑看的时候，他拍不到这边的阳光，昨天没有拍到这边阳光。哦，他刚刚是开着的。写的，对，他们看是写的。他们在电脑荧幕看是这样子写的。我看一下我的，对对对。要不然好，那重拍好了。好，来来。好，我们把镜头稍微调整一下，目前的比数是21:6，我们先把镜头重开。21:9。先关。